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12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3天的双十连假，首节就过去啊，今日正常上班上课。受伊季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今日的天气同款无啥稳定。东半部早起也是大风大雨，那到日时风雨才会较点。早起8点半，气象局已经解除海上风台警报。咱来听气象局伫头大8点40气象预报上新的说明。圆规台风目前的位置在鄂伦比南西方大约39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它将持续的向西移动，它的中心将逐渐远离我们。虽然说台风逐渐远离，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目前各地的雨、风、浪的情况都还是比较明显的，因此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气象局还是持续发布了豪雨特报，尤其今天在宜兰山区、花莲地区、台东山区，甚至有大豪雨发生的机会。也因此，气象局虽然在刚刚8点半的时候解除了海上台风警报，但是我们会接续成立大规模豪雨作业，也会在10点半开启在大规模豪雨作业的记者会，请大家随时注意，并且我们会提供相关的一些资讯。至于风、浪、雨，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先来看一下过去在浪的部分。从浪的观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色这些地区是在东半部的浪，在蓝色地区，还有包含像马祖、富贵角这些地区，比较像是西半部地区的浪。其实整体的浪高到过去8个小时都还是维持相当的高，因此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台湾附近的浪的情况，还是特别明显的。随着台风逐渐向西的移动，因此今天可以看到粉红色的区块比昨天来的小一点点，主要就是刚刚提到，包含像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尤其还有金门、马祖，今天的风都还是来的特别强，可能都还是有9到10节强阵风出现。至于浪的部分，我们也看到浪其实在今天台湾的周遭，浪都还来得特别高，这是我们刚刚提醒，风浪今天都还是特别明显，大家还是要特别留心。而至于在雨量观测的部分，从11号累计到现在，整体来说的各地的县市最大值，我们可以看到出现在宜兰最丰富有到721毫米，第2名在台中的南湖圈谷。台中虽然说有中央山脉，但是南湖圈谷这个站刚好就是中央山脉邻线的部分，它是非常接近宜兰花莲交界这个地方，所以它也出现比较大的雨量。所以现在下雨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地方，包含像南宜兰跟花莲跟台东屏东交界这个地方。昨天其实在中部地区有中央山脉的屏障，下雨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缓和的，但是因为昨天深夜到清晨，台风在通过的过程当中，比较明显的环流都还是过了中央山脉，所以在今天西半部地区都还是有一些局部的降雨。整体来说，今天的降雨各地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尤其我们刚刚有提到，在整个东半部地区下雨的情况，在今天的白天都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透过定量降水预报图告诉大家，从定量降水预报图代表今天白天到晚上8点这段时间，整个东半部地区的降雨情况，尤其南宜兰到台东这个地方，我们还是有发布豪雨特报，尤其针对的是宜兰山区、台东山区、花莲地区这些地方，未来可能都还是有大豪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可能都还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西半部降雨比较局部、比较零星。头拄听到是气象局上新的说明，提醒乡亲受风台外围环流也有地形的影响。今日沿海的风有较透，影嘛较大，有时佫会变大雨。继续来关心今仔日停班停课的所在。花莲县今仔日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啊，那连江县、金门县今日下暗6点之前嘛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通市的影响伫早起时紧急宣布，今仔日停止上班上课1天。受伊季风台透风大雨的影响，今日包括马祖、东流线来往红头树、绿岛的船帮计共76座拢停驶。啊，那垦丁、太平山国家公园、龟山岛、宜兰清水地质公园，今仔日嘛无开休困1天。虽然气象局头大8点半已经解除海上风台警报，也毋过山区的土石也是无稳定，提醒乡亲尽量莫挖进山区。伫海边啊，风险正大，受到伊季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真侪去外岛耍的游客行程拢被打乱，大家拢赶伫咧风台内进前要离开，所以码头有真侪人伫咧排队等坐船。
预计明天10月12号的风浪会比较大，所以说不利于航行。因此本公司明天船班是全日停航。一个是多，然后快2个小时这样子。目前那边岛上还有人在排队的。还有人在排队。10月12过来停航的资讯包括贵人马祖、南港基工、南港北港、南港东引、东港小琉球、盐埔小琉球、福冈绿岛、福冈南苏，总共76个航次受到风台影响停航。也若高铁甲大铁是正常营运，风台外围的款流倒来丰富，宜兰罗东五节有路树倒来缀着车。清水的地理公园另外道路是出现崩山，土石下来了，甲车路拢冻掉的路袂通，北有20几位游客无法度出。另外，伫台北市内湖有土石崩落，3台停伫咧路边的车和崩落大石头地着。8点我接到里面打电话给我，我就马上赶过来。有3部车被压到，都很严重。气象局按算上紧伫今仔早起8点半解除移开风台的海上风台警报，不过受到风雨影响，垦丁甲太平山国家森林娱乐区、12龙休园、龟山岛红岛、清水地理公园也自12开始向到13，确定土石的情形拢稳定了，才开放，一直到11晚10点。全台湾总共疏散1424人，停电有300237户，也有3333户会伫今仔早起9点修理好。记者综合报道。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新竹山区雨真粗。昨昏有民众是去尖石乡的野溪浸温泉，拄到大水后，溪水涨流，有6个人掉伫沙坡，是出动大批警消去救，分3批伫半暝半才甲人全部拢救出来。因为乡公所有彩排啊，讲袂使入去，加上遐是东仔的传统冷血，尖石乡公所是呼吁游客爱守规矩。溪水正窜流，所有人员想要渡溪去救人，也过无法度，因为风台外围环流，和新竹山区落大雨，溪水规拢涨起来。警消一早起就接到报案，报案的人讲，伊掉伫咧尖石的太公溪沙坡，8点外，有人报案讲也掉伫咧内面。早上6点40分的时候，我们受理了太钢野溪温泉的一个受困案件。8点20的时候，我们又接到另外一组太钢野溪温泉露营的民众，也是因为溪水暴涨受困，总共有2组人，一个是在河的对岸，另外一组人是在我们这进去的右手边这边。因为人数较多，消防局就调派尖石竹东顶分队，总共3梯次26人搜救，一直到暗时才把6个人拢救出来。警消调查，这个人来自桃园甲高雄，虽然公所有彩排啊警告，讲不准入去，因也是冒险入去浸野溪温泉。公所即使很想要在这个部分去做一个强制作为，但是法规上并没有允许公所去做这样的工作啊。我们就是希望说，尽量就是不要去涉足到比较危险的一些场域。因为当地是泰雅族的传统领域，无安全防护设施，再加上风台来雨正大，溪水正窜流，尖石乡公所特别希望民众唔通入去危险区域，以免发生意外，并且嘛要尊重当地泰雅族人的传统领域。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礼拜四嘛有16个人掉伫宜兰南澳的海石洞，昨昏礼拜2的透早才顺利甲人拢救出来，有11个大人5个囡仔。因为海境啊风雨伤大，无法度挖紧，落尾是出动直升机去救人，加在伫昨早7点的时，全部拢救出来。这是在这边完蛋了。便是越野车卡伫个岸边大桥顶悬，海涌一直冲。7日暗时11点外，宜兰县南澳新碧沙埔传出有16人受困海石坑，消防队接到报案，赶紧出动救援。是蛮近的，重点是我们有办法下去，他们也没办法上来。不过因为海涌伤过大，救援的车无法度入去，改为顶悬落去，佫拄着山坎，行动受阻暂停。宜兰消防局只好申请空勤总队救援，直升机为花莲机场起飞，伫透早6点顺利救出第一批民众。那空勤总队于早上6点6分有派遣我们空勤总队的直升机到达现场，那于7点有完成我们的那个吊挂任务，将16名人员全数都救出。早起7点外，16个人全部被人救出来，其中有11个大人，5个囡仔，其中还有一个有心的护理人。
有心的护理人脚部刺伤，一个查某囡仔头部刺伤，送去病院救治，其他人无什么要紧，由亲友接送离开，结束惊险的救援。没有多明显的大碍，然后目前在安全，所以在医院上观察几个小时就可以安全回去了。游客事后表示，因几个家庭小约出去佚佗，原本下晡就要离开新北山坡，毋过因为别人的便士车卡伫山坡，才互因的车开袂出去，只会伫个遮等待救援。毋过警消指出，因为迄时阵无宣布风台警戒，所以无发觉相关诉求费用可能会由政府来支付。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轻度的风台圆规，即马离咱台湾已经愈来愈远。气象局伫头大8点半嘛，已经解除海上风台警报。咱来看风台目前伫倒位。风台圆规目前伫五兰片南西边的海面上，向西边刷震动。暴风圈通过巴士海峡，气象局早起8点半已经解除海上风台警报。因个风台的外围环流共款会带来强阵风甲强降雨。北部、东半部有12个县市，今仔日共款有大水雨。气象局已经针对宜兰、台中发布超大水雨的特报，新北、花莲是大水雨的特报。另外，中部以北、东半部、东南部沿海爱细日强阵风甲长影。明仔载风台就走啊，抑过天气共款也无发度变好，各地头共款是有落雨的机会，尤其是东半部雨会较粗较明显。若是要爱好天，就爱等到拜五也是拜六，天气才会较稳定。澎湖马境有一间诊所，对拜四开始，顶礼拜四小连续就有14个囡仔去医生看，这囡仔拢是出现发烧、吐、走白、流的症头，赶紧通报澎湖的卫生局，发现这囡仔拢是读同一间幼稚园，有70个囡仔拢同款有这款症头，即马当地调查，敢是为着落入病毒。未少家长有带小朋友等待看病，新冠肺炎了后，位于澎湖马境的这间小儿科诊所，原本病人减少真济，也毋过顶礼拜四上门看诊的幼童人数却大大增加，而且拢有类似症头，尤其是老。突然来了一批小朋友，大部分都是发烧、呕吐、腹泻、急性腹痛，甚至有血便，那个病人增加大概5、6成。他们都共同来自某个幼儿园。诊所赶紧向澎湖县卫生局通报，到初五拢总有14名幼童出现症状。卫生局随即派人到幼儿园调查，发现学校255位学童，都有70人有症状，发病地集中伫顶礼拜5甲拜六。他在幼儿园读多久了？10月1号进去。除了学童，员工28人，也有6个人出现症状。卫生局表示，不排除是食强冻食物感染，已经依照疑似食品中毒流程调查，采集环境、村内食物检体，被厘清敢是集体感染诺罗病毒。结果上近2礼拜出来，卫生局也提醒，诺罗传染力悬，较会引起群组感染，提醒民众爱注意卫生甲饮食安全，加强清洁甲消毒。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民国70年左右，煤灰炉就豆豆无去，野外拢无看到。政府伫屏东乡村有成立煤灰炉的保育中心，经过40年的打拼，目前当地上无有3-4千只。不过说团厝甲牛羊小济咧食草，嘛走入去田里，互农民即马是真头疼。来看自由时报。每年综合所得税有减税，因为物价起，每年减税额会当调关4000，免税额会当调关4000块。资本一个人是8万8，会当调关到9万2。标准的扣除额嘛加4000块，对12万调关到12万4。薪水扣除额对6000会当调关6000块，是对20万调关到20万6000块。每年开始实施。来看自由中国时报。因为进口的原物料起价，糕仔饼业者就讲进口的巴达起3成，部分的业者国不奖嘛对咧起价。酥饼类的即卖已经起3%至5%，准讲巴达会继续起，安尼每公斤若是超过2.6，恐惊会引起更较大规模的起价，到时糕仔饼、胖拢会对咧起。
咱来关心疫情，昨昏国内有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还有10个带病入境的案例。这个本土病例是住伫新北市，伊是一个40多岁的女性，伫台北市某一间幼稚园的员工在食头路，伊的CT值是34，专家即马认为讲伊应该是旧案例。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要放令探病规定，对即马开始带条件开放慢性病的病房探病规定。指挥中心公布11新增加一个本土个案，按医疗数为伊是一个40多岁幼儿园的女性员工，伊伫10月初9因为爱去病院看医生采检确诊，为伊抗体检验结果评估是算旧案。这个个案捌伫今年5月下旬出现伫扫的镜头，嘛捌做过一支莫德纳。它的 CT 值是34.9，那我们有采它的血清抗体，那目前了解它的 IgM 是阴性 ，IgG 是阳性 ，N 蛋白跟那个 S 蛋白两个也都是强阳性的部分。那我们评估应该是属于旧案，再度的做采检 PCR， 那 PCR 结果是阴性 ，IgG 是阳性。看起来的话，应该也是有疫苗产生的这个抗体的可能性是蛮高的。不过，N 抗体也是阳性哦，那表示说它这确实也是因为感染过的关系，有产生这个不受疫苗所影响的 N 抗体。针对这个个案的相关接触者，卫生单位已经控制98个人，其中67个人居家隔离，1个人是自主健康管理，其他30个人是自我健康监测。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这个个案住伫汐止，但是伊工课地点伫台北市，相关行大过的所在也有感染源各有待厘清。在这个个案，他是住在汐止，没有同住家人。他的活动的工作地点都在台北市，那整个感染源属于旧案，所以这部分还在厘清当中。这个幼儿园的部分会采取停课14天，然后预计在10月23号来做复课。因疫情愈来愈稳定，指挥中心搁再放松到病院看病人的规定，除了完成已经开放的加护病房、安宁病房等等，搁再有条件开放慢性病房探病。每一天固定一个时段，原则上每一个住院的病人，才会当每一届上侪2个访客。探病者嘛必须爱有快筛，也是 PCR 阴性证明。记者郭珊的笔记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加向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是超过2亿3000万例，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86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1例，目前咱台湾计共是16305例。中国的病例有96000多例，日本是171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500万例，印度是超过3300万例，巴西超过21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800万例，法国是超过715万例。泰国总理帕拉育伫昨昏宣布讲，对11月份后个月开始，要放令入境泰国的限制，开放低风险的国家，只要是有做过2档预防射、完整做过预防射的外国人，就会使直接去泰国观光佚佗，唔免隔离。泰国为了出10个国家，包括英国、新加坡、德国、中国、美国，也毋过名单内底无讲到咱台湾。咱国人真侪人爱去泰国耍。伫疫情进前，泰国每年有要加4000万的外国旅客去耍，旅游收入占20%。不过，泰国去年的观光客减少83%，观光收入差不多损失500亿美金。泰国总理帕拉育8月宣布，11月初1开始，若做过2期预防射就让来泰国耍。ทุกคนต้องแสดงตัวว่าปลอดเชื้อโควิด -19 โดยต้องมีหลักฐานผลการตรวจหาเชื้อโควิด -19 ด้วยวิธี RT-PCR ซึ่งทำการตรวจก่อนเดินทางออกจากประเทศต้นทางและจะมีการตรวจหาเชื้อโควิด -19 อีกครั้งเมื่อ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ถึ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泰国卫生官员讲，全国有48%的人至少做过1期预防射，超过30%已经做过2档。帕拉育讲，开放观光是针对中低风险国家的旅客，会当免隔离直接入境耍。ที่จะสามารถเดินทางเข้า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ได้โดยไม่ต้องกักตัวไว้ที่อย่างน้อย10ประเทศซึ่งจะรวมประเทศอย่างเช่นอังกฤษสิงคโปร์เยอรมนีจีนและอเมริกา这份名单内面即马是无台湾，不过泰国总理帕拉育讲，所落来会甲国家侪国家放入去这份名单内。
公司新闻郑伟林将建讲编辑。澳洲赛地风车超过100公了，因为伊风车阻塞率已经超过70成，所以嘛伫昨昏解除封锁。另外，马来西亚是因为印度人的阻塞率已经有9成，所以因国内即马放令规定会使下晝刷叮当。澳洲雪梨半暝一到，民众庆祝这一期总算结束将近4个月封城，酒吧外口已经民众咧等。就是为着甲亲戚朋友啉一杯半暝的秘鲁。It's just so delicious.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gulp for 108 days. 突然健身房也重新对外开放，欢迎完整做疫苗人来运动。I'm in a gym again. The right equipment. Love it. 新南威尔斯省10大会议上已经做2剂疫苗人口有74%，当局宣布放定限制，服业者应伫限制人数进行之下营业。进入特定场所的时阵，只要提出做疫苗证明，就应入去。It's not a free for all. It is opening up in a measured way. And if everyone can look after each other and respect each other, we can get people back into work. We can get businesses open, whilst at the same time keeping people safe. 不过，省长也强调，解封无代表疫情结束，因为附近昆士兰省疫苗注射率是52%，目前还伫封城状态。澳洲总理莫里森计划为11月开始慢慢回归正常生活，开放边境。另外，无做疫苗的人都要踮伫厝内，一直到12月7日。Sekali lagi saya nak maklumkan, saya mengumumkan bahawa rentas negeri dibenarkan oleh pihak kerajaan. Kebenaran ini.Kebebasan ini akan bermula pada hari besok. 高速公路顶管车开始变多，继9个月，马来西亚政府宣布恢复跨州移动，主要是因为国内目前9成的成年人拢已经完整做疫苗，当然公民出国也不需要向政府提出申请。观光旅宿业者希望早日迎接更较侪旅客。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镜头来菲律宾，菲律宾明年要举行总统大选，热门的候选人是现任的总统杜特地的查某囝萨拉。即马传出伊去会着，而且加上伊并无去登记要参选总统大选，即马拢引起关心。不过根据菲律宾的规定，政党是会使改候选人的，所以伫11月15进前，伊拢有机会争做总统大选的候选人。菲律宾伫明年5月要举行总统大选。目前支持度上悬的是杜特地总统的查某囝萨拉，不过伫初八参选登记最后一天，还是无看伊去登记。伊是伫 FB 讲会争取纳茂市长连任，不过支持者唔死心，叫伊一定要选。I do not think that this country will turn around. Yes. 伫记当中，萨拉就传出较真新冠肺炎，互大家惊一个。不过，纳茂市政府讲，萨拉只是轻症，但是爱继续治疗。目前上新的民调，萨拉的支持度差不多是20%，虽然比6月28%小可较降，不过依然是领先。伊的老爸进前宣布要退出政坛，也被解读是想要替伊参选总统铺路。虽然萨拉错过登记最后期限，不过也是有机会参选，因为根据菲律宾当地规定，伫11月15进前，准政党参选人退出或者是换人。杜特地2015年就成绩绩效，到上尾才变做参选人，一个选调，萨拉有可能用这步。I filed my certificate of candidacy for president just now, so I guess that makes it all official. 即马想要参选总统的政治人物，有捌伫咧2016年参选副总统失败小马可士，顶礼拜宣布选总统。现任女性副总统罗贝多推测也领表正式参选。一个进前就讲要选的郡王拍开后，所以算算的要选的人差不多有9位。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第8轮进前因为欠燃料，全国大停电，政府赶紧去借钱买燃料，去贷款买燃料，才恢复送电。即马南部重要的旅游设施搁大火烧，已经在欠能源啊，搁烧掉25万公升的油，有够拍算。消防人员经过3点外钟，总算将火拍花。进前对正远的公路，就能看到修到贝鲁特以南差不多50公里的萨拉尼田顶乌烟一直冲出来。
量到警铃声的拍火车一台线一台要去拍火，附近的民众正担心会爆炸。 جاي عم بتطفي بس للاسف ما في لا طياره ولا في شيء وين المسؤولين وين العالم كلها نحن هلا بحاله خطر كبير يعني تصدر بيان سريع لانه الحاله صعبه كثير 沙拉尼这座汽油渡船组是负责供应全国15派的燃油，10月突然间导火，因为所在就伫咧两个上大发电厂其中的一个附近，而且2天前才因为能源短缺关起，已经是能源危机的黎巴嫩，这个时阵能源设施搁发生火灾，时机地点正敏感。 导火迄当阵，两个油组之间伫咧输送燃油。 وهو من مخزون الجيش للبنزين ما له علاقه بالديزل ما له علاقه بالمازوت ما له علاقه بالكهرباء شيء 250 ألف لتر وخساره يعني الخزان اللي هو ما بنعرف قديش مضرر بس مضرر 有目击者讲，伫咧油组导火进前，有听到正大声的声音。发生社报道讲，这座油组有储存30万公升的燃油。消防员伫咧拍火时阵，军方是甲连接贝鲁特以南的主要公路封起来。 在这场火灾发生前，黎巴嫩拄则做全国大停电恢复供电，不过也只是恢复到大停电进前的情形，就是一天只敢2点钟有电通行。去年贝鲁特港口因为放伫咧港口要到6年，2750吨的硝酸铵大爆炸，造成219人死亡，几落千人受伤。赴原本就已经伫咧长期经济萧条的黎巴嫩，经济更加歹。 自2019年到即马，黎巴嫩镑对美金是跌超过90%，钱愈来愈无，有3%的民众生活正艰苦。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伫劳动党76周年党庆发表演说，伊是穿西装，毋过穿凉鞋，行伫红地毯，防怀疑伊的健康出问题。 来关心欧洲上新的研究，就发现讲，为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轻症也是无介严重的患者，发生静脉脱血路的风险有较悬，提醒医生在治疗的时要特别注意。由美国、日本、澳洲、印度组成的四边安全对话，今日开始要伫孟加拉湾举行第2阶段的军事联合演习。所以，乡亲咱做伙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1例。 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即马计共14583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有新北市，伫新北市是6927例，台北市有4868例，超过200例所在，桃园是798例，苗栗549例，基隆316例，彰化274例，台中是207例。 目前咱台湾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是16305例。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583例，这是疾管署上新的统计。来关心昨昏是开放第11轮 BNT 预防车自头一档的登记，年岁已经降到45岁。那台北市即马嘛开放68岁以上的民众会使去登记做第2档莫德纳预防车。 以前指挥中心嘛讲，第12轮按算第18要开放，会当开放登记有莫德纳、BNT 甲 AZ 这3款预防车。花博针验馆有中山区的花博针验馆。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对，我们现在赶快。 第早期BNT疫苗第1期开放有效，45岁以上民众、12到17岁民众、甲18岁以上第9类对象，伫10月7日中到12点进前意愿登记选择BNT疫苗人。 10月11早起10點到13中到12點為止，攏進網絡有效。初步統計有117萬人符合資格。第12期公費疫苗初步規劃有效時間是10月18到20，做嘅時間為2到31。其中莫德納第2期甲 BNT 疫苗會開放44到23歲民眾登記。那 AD 的部分，我們目前還在等一批貨，12期的 BNT。 大概全年齡層都可以打得到啊。那莫德納部分目前已經到貨了113萬劑啊，先前是打到70歲以上啊，所以我目前是規劃在70歲以下了。
台北市11九点到12中度开放55岁以上原住民甲68岁以上民众，透过台北市疫苗注射平台有药注莫德纳第2期，13开始自针对连续2天出现旧案的本土个案，也互大家关心旧案疫调的必要性。有医师认为旧案部分依然爱维持一般确诊者疫调甲酷热，甚至间接性体检。该做的事情我们都已经在做，也没有说因为后续认定它是新案或旧案的关系，有这些豁免或者是可以不去做的一些情形存在。罗卫军表示，后续若针对个案或者是疫调认为较久的个案的时阵，会针对采检结果考虑提早解除隔离，才拢有专案认定空间，各看疫情发展做相关的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尖石乡有一个姓齐的查甫人，伫朋友厝里啉烧酒，烧酒醉了后，去人朋友饲的一只比特犬比特犬，结果狗仔抓狂，全甲这个查甫人的大腿夹着伤，血流伤济，不幸过往。水邦农委会已经把这款狗仔列做危险的动物，禁止进口。不过，即马法律是并无规定，这只咬死人的狗仔要安怎处理。这只比特犬甲有本事的裤夹条条，就算主人安怎甲扣，伊都是唔放。还有另外一只乌狗，同款嘛是去互夹到流血流滴，就算路尾有剥开，也是救无转来。过来这几年发生几啊件比特犬甲人攻击的事件，找走一个53岁姓齐的查甫人，去朋友因兜啉酒开讲，想袂到啉烧酒醉了后，直直冲伫朋友因兜这只比特犬，有甲伊主动，不过伊先讲就讲唔听，结果这只狗雄雄起拱起来，怎甲伊攻击？我们把小狗绑在这个线，然后线很长嘛，然后它在这边，结果它可能也踩到，醒了了，它喝酒醉，我这边被咬之后，我们当时就把它拖到那边。这个姓齐的查甫人，伊正边的大腿、大条的动脉，哪像是去互夹断去，致使失血过多。救护人员到现场的时阵，这个姓齐的查甫人已经无生命的现象，送病院急救也是不幸死亡。迄若共加这只加皮色的比特犬，原本都用铁链仔绑条的，即马关伫铁笼仔内底，限制伊的行动。小狗这里绑起来，你那个链条就很粗，对，没有灯。他就是喝酒，然后喝酒醉，然后他就过去，他第一次以为狗狗不会咬他嘛，然后他就第二次过去，然后狗狗就开始咬他。比特犬已经去互农委会列做是有危险的狗仔。新竹县家畜署表示，因为目前无法源会当强制没收，除了会派人去了解，嘛会探问当事人，敢有愿意甲伊的这只比特犬，互家畜署带转去安置。经济部国际贸易局伫8月中捌预告修正限制输入货品表，要甲比特犬列做是管制输入的范围内底，按算上紧伫10月底、11月初就会施行。记者综合报道。中华丰原的红树林海空步道9月份开放了后，吸引真侪游客。伫这个双十连假，嘛有几落千人去遐行打。即马环保团体是呼吁政府爱赶紧把这个所在列做保护区，唔通因为伤侪游客，互这个所在的环境受损害。海牛车带游客进入海坪，中华丰原特有的湿地景色甲文化，加上9月份才拄啊开放的红树林海空步道，吸引大批人潮。尤其这几天的国庆连假，更加是客甲通通。嘿，落海较歹势，出来就伫个阮山那路，海路。大批游客排甲真长，将步道开甲满，停车也是问题，停车位真歹找，定传出违停甲人车抢道。步道也无公共便所，想要方便，只当使用附近公庙的便所。好像不太方便，只有一间而已，只有一间，要等很久。那个环境卫生的问题啊，摊贩啊，个迄个厕所，人多一定是卫生问题会增加嘛。步道管理也是问题，有民众发现家长带小朋友直接踏入海坪掠白卡蚵仔。中华官府表示，当地不是属于保护区，民众掠白卡蚵仔无法可罚。不过，官团认为官府态度消极，颠倒造成湿地更加大的冲击。开挖目的是希望让大家透过这去了解生态，所以建议民众不要在这边去抓螃蟹。也是目前全台湾仅存最大的泥质潮间带，但很可惜到现在还没划为国家湿地。我想，如果划为国家湿地，中央可以拨入更多的经费，那有可以更多的人力跟经费来维护这样的湿地的一个保存。
官团认为，更较侪人认识湿地是好代志，也毋过若直接影响湿地生态，就违反规划步道的本意。中华管府表示，短期内将加强动线规划，避免人流过度集中。另外，无鼓励民众掠白卡鞋啦，也将加强告示甲宽度。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来镜头来南投，南投的鹿谷是举办当顶落地，也个个蜜蜂几回地比赛。今年这两款地米参加比赛数量拢比英国也搁较侪，真竞争。合作社嘛是希望讲透过比赛，互大家会当互相交流、互相比拼，求进步。南投县是台湾地壳上大的产区，县内有德山、水里等等8大地区，其中鹿谷的当顶乌龙地是非常出名。当顶地壳合作社举办地米比赛，除了当顶老地的评选，也有特别的蜜蜂贵妃地参赛。两款地米今年报名的数量拢比英国较侪。今年报名的蜜香茶农非常踊跃，我们总共有183件的茶农来报名比赛。那在老茶方面的话，有119样，所以这次参加的茶农，他们都是蛮优秀的茶农。蜜蜂贵妃地也号做烟仔地，和碰红地同款，是地壳经过糖加过，产生特别的成分，造成特殊的气味。咱若讲到当顶乌龙老地，是地壳做成地米了后，要放伫甕仔内底一段时间，放愈久，气味愈顺愈高。我一直希望就是说，我们参赛的茶农不要焙火的太重，因为你焙火太重的时候，你可能把蜜香的味道可能把它压下来了。那蜜香茶还有一个特点，它儿茶素很高，好的老茶陆陆续续都有出现。那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茶农品质行销销售的时候比往年更进步。鹿谷当顶地壳合作社透过举办比赛，希望增加地农交流的机会，大家互相交换意见，提升技术，也请专家来评鉴和分级，确保地米的品质，让民众拢通安心的消费。记者综合报道。即摆大学有一寡大学拢有咧推广 USR 计划，就是互学生囡仔行入社区，甲社区的居民做伙解决一寡在地问题。正修科技大学 USR 学生囡仔即摆是选伫屏东的新埤设一个基地，希望替在地尽一份心力。你有听过王来所，无一定听过辉王所。原来这是正修科技大学 USR 团队的学生，和民间企业合作，结合在地灰龙果、王来所做出来的有特色的农产品。即马屏东新埤乡有 USR 团队进驻，因就是倒想办法来解决在地产业的问题。把我们新埤的特色，譬如说我们的木瓜、火龙果，还有我们的凤梨，把它结合起来，让我们大家新埤的这个特色能够展现出来。我们看到的很多产业都是一些像小农市集的这种产业，那比较没有整合性，所以我们 USR 团队进驻以后，我们就针对这边比较需要人家帮忙的地方，我们做一些计划的一些规划。即马真侪大学拢有 USR 计划，也就是鼓舞大学生参与社会，去发现在地问题，想报道解决。正修科技大学就针对屏东新埤乡的农产品，提升特色，促进偏乡的地方产业，也让学生对在地文化更加了解。我们希望呢，借着这个关怀据点的设立，有这个基地的部分，将来让同学来这里的话，我们会把一些新埤的一些元素把它教导给学生，然后希望也能结合老师的、学生的一些专长的部分。然后能协助地方来做一些发展。那农产品，因为SAR团队也关心其他议题，包含人口老化、新住民等等，望互在地社区愈有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每一项历史文物拢代表无共时代的文化，拢真珍贵。不过，这物件会因为时间的关系会廃弃，安尼历史文物就无法度保存。有一定工艺师因有修理的手度，会当透过修理的功夫，让这个历史文物继续流传。屏东新埤乡柏铁村的天后宫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厝顶的展览是真水嘛，做了真有路。不过因为侪年来拢无维修，所以结果渐渐减少，造成安全的问题。80年都没有维修过了，所以会坏得这么严重了。看那个脊已经断掉了嘛。那边脊也已经断掉，所以你一地动震动下来就垮了。高雄市蛤蟆乡大天宫
内底有侪侪国宝级师傅的作品，袂输是博物馆同款。其中庙宇的展览是由叶总家族做的，不过因为经过80年的时间啊，这展览开始旧啊嘛歹去啊，庙方决定家己筹备资金来修复，而且按算要邀请叶总家族的后代叶明杰师傅，希望将原本的模样来修复。这些我们看到的剪年，它几乎是等同是室内的剪年。伊他要用这个才用这是阮阿公叶宗，跟阮爸爸叶进禄，跟阮阿伯叶进义，因迄代因所合力完成的。中华黄庆元上号金银厅内底的金银界门，80年前是由木雕师傅李祥林做的。后来黄家的旧厝卖去，文化人士发起抢救金银厅的运动，发现内底有真珍贵的金银界门。落尾黄家决定捐予政府，政府邀请李祥林家族的后代，嘛是木雕师傅的李炳贵来主持修复。80几年来一直在使用，可是有部分有点损坏掉，也时间那么久了，本身的丝织品啊、绢化那一些东西都是已经碳化那种程度了，整个就全部坏掉了。在台湾有侪侪历史文物面临消失的危机，连带真侪传统工艺嘛有传承的问题。不过透过新的专业修复的课程，传承修复技艺，也有运用科学技术来增进修复的品质，让历史文物的岁月风华会当永远保存条例。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0周。台北市立美术馆即马当地展出日本时代重要的艺术家的作品，计共有100多件，带乡亲咱做伙来看。这是日本时代艺术家桂雪娥所画《南家温真草图》，就写了后，原图展现出雕画过季节的热烈景象。台北市立美术馆配合文协100周，将1920年到1940年代台湾美术家、摄影家等等的经典作品，将近100多件，以走向世界台湾新文化运动中的美术反转力做主题来展出。那你会看到一些西洋的东西，譬如说像是计时钟表店，表达了一种呢，就是西方跟就台湾呢，就是呢文化多元的一个景象。北美馆表示，迄阵真侪艺术家留学日本、欧洲，会用国际观反思作品要安怎来表现台湾特色，希望用艺术的力量改变历史处境甲地位，亲像单色旗，其中一幅真人庙，画出无名的小庙，实际上有社会运动的意涵。1930年代的时候呢，台湾民众党呢的党部也是设在那个就是正庙府的隔壁，他画一个小庙哦，所以也许呢也有包含着这样的一个隐藏的一个意涵在。因为时代背景，有的画作创造对市民压迫的抵抗精神。除了画作，阁有写真艺术的主题，展览到11月底，互外界看到迄个时代艺术家为着个人、民族争取权利的使命感甲精神。记者林雅文、曾派文、林玉凯台北报道。阳明山草山国家公园内底有咱台湾唯一一座活火山。最近，勇敢处是甲民间合作，公园区内底旁远的警察分驻所整理做山厝仔，提供深度导览，嘛使伫遮休憩啉咖啡。对阳明山小杨溪服务站起来到阳金公路上关点，这间红色厝体就是阳明山实验山厝。入来山厝，就批定以大屯山火山地质为概念烘的咖啡，一场新的阳明山山拿体验已经点点开始。阳明山人讲是草山嘛，真经是真水。但是一个所在会当互爬山的人伫家了后，会当啉一个咖啡，休困一下，看一个册，还有展览，多元的方式，互人去了解讲人甲自然要安怎相处。起来到2楼，就那亲像是入来一间巡山员的研究室，有各种野的标本、甲贵类的小界，也有爬山员提供的爬山路径。其实，这间山厝的前身是民国60年代起的小观音帮社，当时是警察的驻在所，旁远20外栋。去年王耀邦和伊的团队甲用管处，在文化部甲台湾设计研究院的专案内底，甲设计和品牌的概念引进，打造国家公园内的山厝美术馆。
阳明山国家公园来讲哦，今年已经第36年啊，所以吼，我嘛是希望讲吼，咱会使提供一寡吼，较未来较符合这个设计感这个服务的方式。阮未来嘛开发，比如说阮带人去看暗时的草山是啥物，会发生啥物代志，有昆虫啊。有这夜行性动物。山厝对8月份开放山顶有浴导览，逐礼拜平均200-300位民众登记，有登山客骑铁马，也有专工起来看册的大人甲囡仔。经历疫情，民众更较挖进大自然。阳明山国家公园也望山厝成做园区内其他游客中心的示范点，发展出更较有品质的山拿体验。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北报道。时代无共啊，即马真侪人拢用网络咧买物件，安尼真利便。也毋过根据英国即马有一份调查，讲伫网络线顶卖的一寡佚佗物仔，拢无符合安全的规定，对囡仔可能会造成伤害。两岁瑞比卡正欢喜一个耍佚佗物仔，也毋过伫今年，伊拄则自鬼门关行一回大，因为伊家自伊被买大吸铁佚佗物仔当做点心食的腹肚内。等下破去，送病急救，伊的妈妈是惊一个。She was docile, but she was like, "No, mummy, no, no, no." So I physically had to hold her down, or they put her to sleep. 美联社调查讲，有一项随机经佚佗物仔的调查显示，即马伫网络的线顶商店有真侪危险的玩具。英国玩具爱护协会检验的结果也发现，有88趴的线顶玩具无符合英国的安全法规。其中48包可能互囡仔袂喘气、吹死，或者是有化学毒品，而且即马嘛无山顶商店卖玩具相关的安全规范。This one is a crocodile which has been on sale for the whole 3 years of our project. We buy it in every time we do a test of the marketplaces. It has an open zip with access to the stuffing. And the zip actually pulls off and becomes a small part, which can be a choking hazard for young children, which is what it's aimed at. If you're buying generic toys from the third-party sellers that you really don't know and you can't see their address and their names, they've got no EU or UK address, that's the highest risk area. 伊被讲正伫咧甲设立标准的机构合作，并且有设过滤器，防止几条百万的无安全的商品。不过相关的法规敢无得到卡步。There is no one who is checking that third-party retailers are actually conducting the safety checks, and we believe that online marketplaces now must have that legal risk. 伫即马圣诞假期搁要到啊，真侪家长伫咧山顶商店经礼物的时阵爱特别注意，以免发生意外。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人工智慧即马用途是愈来愈宽。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团队开发出一台机器人，会晓飞天钻地，会晓行更速，嘛会晓算厝房。另外，利用 AI 的人工智慧，嘛甲贝多芬无完成的第10号交响曲完成啊！伫10月初9的时，已经伫全世界头一届演出。大师还未完成就过身，全球各地无法度听到贝多芬为作第10号交响曲，伫 AI 人工智慧甲音乐团队合作之下完成。10月初9伫贝多芬的故乡德国波昂举办全球首演。Es ist ja nicht so, dass der Computer eine gültige Version ausgespuckt hat, sondern der Computer hat mehrere Varianten ausgespuckt, aus denen dann Menschen wieder eine Auswahl getroffen haben. Und das bei Beethoven ist er erst mit seinen Werken schwanger gegangen, er hat seinen Notizblock mit sich geführt, er hat gefeilt, bis er die eine Version hatte, die perfekt war. 去年为纪念贝多芬250岁名单，音乐家团队甲德国电信启动这项由 AI 完成第10号交响曲的计划。专家先整理贝多芬对10号交响曲的笔记，推测想法，然后帮助 AI 熟悉贝多芬所持大师作品甲草稿，学贝多芬的风格，爱搁甲 AI 甲你熟悉交响曲基本角色甲创作方法，人工智慧慢慢演算甲修正，学的速度愈来愈紧，最后得出上接近贝多芬风格作品。虽然一直拢有反对的声音，不过团队认为贝多芬也是时代创新者，相信会同意这个计划。Und deswegen glaube ich,
Wenn ein Komponist wie Ludwig van Beethoven heute leben würde, dann hätte er wahrscheinlich nicht nur ein großes Technologieteam um sich herum, das ihm hilft, sondern er würde genau solche Technologien pushen, nutzen für seine Kunst. 人工智慧灵魂灵母，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团队新研发的机器人 Leo 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导管摄像卡，甲两个镜头4个普利佩拉推进器来保持平衡，搁做复杂的动作的机器人。75公分高的 Leo， 因亲像无人机共款的飞，沿行路出骨棒，更所顶悬也徛会在，发展出半走半飞的独特模式。研究人员讲，安尼做下，用超过步行机器人伫无平地形的限制，甲飞行机器人大量耗电的限制，混合功能更加强大。有关Leo的研究论文已经上网络，搁要刊伫10月份的科学机器人期刊。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印度东部奥里萨邦最近保育工作是做甲真成功，这几年酷鱼的数量愈来愈多。不过当地民众即卖因的生活嘛开始受影响，因为酷鱼会讲攻击，而且这款代志愈来愈接发生。大家拢是靠这条溪咧食青，河川内底有酷鱼，拢唔知影要安怎食好。民众摕着青人的徽照，点点啊流目屎。几礼拜以前，印度东部奥里萨邦一名少年和酷鱼拖入河中，就安尼无消息。गाँव वाले चिल्ला के गए तो वो इतना खतरनाक जीव है ना, उसके पास हमारा क्या। जब आगे सब लोग फील कर रहे थे कि खतरनाक जीव है तो कोई इंसिडेंट तो घटेगा ना, लेकिन कभी भी कुछ नहीं हुआ। बट मेरा भाई के साथ क्यों ऐसा हुआ।同款互酷鱼攻击的，毋但是这名少年，另外一位受害的妇女指出，伊去河边洗衫的时阵也互攻击，好在有人斗相共，才为鬼门关走出来。攻击出面的是印度政府过去4年拍拼保护严禁偷猎的关酷，佮叫做河口酷，也是咸水酷。这种全球体型上大的飞行动物，身长上长会当达到7公尺。伫奥里萨邦原本只有90只，今麦增加到1800只。保育有成效，原本大地庆祝，不过三角洲地区的砖头，却一直传出酷鱼咬人，加上当地水资源计设不足，村民爱挖靠河流啉水洗身躯。今麦毋知什么时阵会互酷鱼攻击，人人陷入惊吓。Last 12 years, we are having 26 human death, 22 human injury, out of which 2 are permanent and another 20 are temporary. 其实河口酷一般生活伫海洋，唔算雨季节才会出入伫河流沿岸找食。雨季结束，洗凉了后就会刷叮当。不过村民指出，过去1年半，酷鱼拢留伫当地无离开。专家指出，因可能唔是来自海洋，而是脱洗了后留伫当地，需要找找更较侪栖息地的小酷鱼。建议政府将这寡河口酷重新分布到其他地区的湿地，以缓解一直出现的人口冲突。公司新闻齐婉林编译。天气报道在来关心风台圆规已经行向南海，早起气象局已经解除海上风台警报。不过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今日宜兰、花莲、台东也是会变大雨。那沿海的所在嘛爱细致强阵风甲大影。最后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29度。外岛是25度至33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